消失嘅大猩猩，小錯誤亦都可能造成大災難，甚至乎大災難幾乎都係小失誤引發嘅。人作為獨立個體嘅時候，係有幾咁容易出錯呢？可能你唔信啦，我哋每個人平均每日出錯大概有100次咁多。以前曾經有人做過一個實驗，佢哋拍咗一個30秒嘅短視頻，喺視頻入邊有6個人，其中3個人着黑衫，3個人着白衫。黑衣球隊3人互相傳球，白衣球隊3個人亦都互相傳球。咁睇呢個短片嘅人，需要數出白衫球隊傳球嘅次數，同時要忽略黑衫球隊嘅傳球。以下就係呢一段視頻，請大家睇下，並且數出白衫球隊傳球嘅次數。下面這個視頻是一個實驗，請你認真數一下穿白色衣服的人一共傳了幾次球。好啦，視頻睇完啦，相信大家都將白衫球隊嘅傳球次數數咗出嚟啦。但係有幾多人留意到呢段視頻入邊嘅一啲反常嘅現象呢？喺呢段短視頻嘅中間階段，有一個着住黑色大猩猩服裝嘅人從屏幕嘅右邊突然間出現，穿過球場走到屏幕中間，做咗啲動作啦。有冇人留意到呢個大猩猩？甚至黑衫球隊嘅人數係少咗1個嘅，有冇人留意到？甚至背景幕布嘅顏色都變咗嘅，有冇人留意到？後尾呢個視頻俾上萬嘅人睇過，其中大概有1半嘅人喺數球嘅任務中冇睇到大猩猩。呢個實驗結果表明，有1半人出錯，而且錯得離譜。如果呢個實驗考慮各個方面嘅因素，而且可以喺實驗條件類似嘅情況下重複結果，咁應該可以得到人係容易出錯嘅呢一個結論。後嚟又有其他人重新設計咗呢個實驗。早喺1972年12月29號，美國東方航空401號航班就曾經發生過一起事故。呢次事故就導致咗101人嘅死亡。當時呢個航班嘅機長叫 Robert Loft， 佢當年55歲，佢曾經做過戰鬥機嘅飛行員，累計飛行時間29007小時。副駕係 Albert John Stockstill， 亦都有5800小時嘅飛行經驗。第2副駕係 Donald Raybould， 亦都有15700飛行小時數。3個機長都算係經驗豐富。喺飛機即將降落嘅時候 ，Albert 就撳低咗起落架嘅按鈕，準備放低起落架。但係 Robert 咧就發現起落架鎖定指示燈就冇預期亮起。呢度可能係有2個原因啦，一個係起落架冇放低，另外一個呢係起落架放低咗就冇鎖定。事實上，就算起落架冇放低，經驗豐富嘅機組人員亦都有辦法着落嘅，但係風險相當大啦。咁 Robert 就唔想冒咁大嘅風險，諗住反正飛機都仲有油，仲可以飛一段時間，先排查咗問題先。然之後就同塔台空管講明咗情況。塔台空管要求佢哋停留喺2000英尺，1英尺就等於0.3米咁啦，即係609米嘅高空上邊做空中盤旋待命。3名機組人員開始投入到故障指示燈嘅研究當中。呢個時候就已經出現咗一個錯誤啦。點解要3個人研究呢？你可以2個人研究，1個人睇住飛機都得啊。但係佢哋好放心喎，佢哋啟動咗飛機嘅自動駕駛功能，而呢架飛機亦都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嘅自動駕駛系統。
雖然飛機完全處於自動駕駛狀態，但係呢部飛機就冇老老實實咁樣停留喺2000英尺嘅高空，而係偷偷地慢慢下降，直至到900英尺，亦即係274米嘅高度之前，呢個事實都冇人注意到。邁阿密機場塔台空管注意到呢一個異常嘅現象，但係佢冇為意。因為當時呢位空管因為之前引導咗另一部飛機而耗費咗大量嘅精力，佢認為呢個可能係一個錯誤嘅信號。好啦，呢度又出現咗第二個錯誤啦。另一方嘅人員同時犯咗錯誤，忽略咗信號。事故嘅發生永遠唔係因為單一錯誤或者單一隱患造成嘅。呢個時候，3名機組人員仍然將注意力放喺指示燈上邊。再過咗一陣，當 Robert 機長突然間發現飛機高度過低嘅時候，已經嚟唔切啦。事後調查發現，飛機喺1750英尺高度嘅時候，曾經發出咗相當大嘅警報嘅聲音，但係機組人員由於太過關注起落架嘅故障燈問題，完全忽略咗呢一個救命嘅警告。呢個警報聲竟然同睇唔到嘅大猩猩一樣，完全被忽視咗。睇唔見嘅大猩猩係咩意思呢？少少嘅失誤啫，竟然造成咁慘痛嘅事故。我從事咗超過20年嘅安全工作，主要工作就係安全培訓，主要係為各個行業、企業單位人員提升安全意識。通過培訓提高安全管理人嘅安全管理能力同埋安全技能，為各個單位減少安全事故嘅發生，減少事故所帶嚟嘅損失。所謂安全無小事，對於各個單位嘅企業嚟講，確保唔會發生事故，其實就係幫單位慳咗一大筆費用，慳到嘅就係賺到。從另一個角度嚟講，我嘅工作就係幫單位慳錢。甚至乎可以講係賺錢。喺呢20幾年嚟，我嘅工作特性讓我有機會深入接觸各個行業。喺咁多年嘅經驗入邊發現，縱觀無數嘅安全事故嘅發生，有相當多嘅事故入邊就係出現咗消失嘅大猩猩嘅效應。唔理係現場嘅工作人員定係安全管理人員，喺事故發生嘅時候，佢哋總係會聚精會神咁樣去研究某部分嘅問題，從而忽略咗事故發生嘅緊急性同埋嚴重性。譬如2013年有個商場入邊嘅快餐店起火，商場嘅消防中控室人員只係一味咁查詢消防主機嘅報警信號，從而忽略咗火災嘅發生同埋發展，甚至乎連呢名值班人員嘅領導喺度，嗰幾個人全部都只係關心報警信號本身，所有嘅工作人員都忽略咗現場嘅火災情況。呢個情形從一開始我哋提到嘅美國東方航空事故，除咗背景唔同，現場人員嘅處置完全係同出一轍。歷史總係驚人咁相似，我哋可以從人哋身上學到教訓，從而避免自己犯同樣嘅錯誤。既然你都知道係錯誤啦，咁就應該改正同埋避免啦，而唔係重蹈覆轍。